台湾真实的问题是什么？台湾最真实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台湾所有的政党跟政客都不讲实话，讲统的不敢统，讲独的更不敢独。我是统派，我是男人，谁是独派，谁是女人？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的政治，一个不是男人的蔡英文，把一个敢讲台湾独立、敢讲务实独立的台湾男人赖清德给干掉，一个不会是女人的韩国瑜，跟可能是男人的郭台铭，在进行国民党的党内竞争。那一个应该不会是个女人的柯文哲，在隔山观虎斗。台湾人到底要的什么方向？大家只有选票，没有立场，都是骗，没有真实的故事，没有真实的想法。要推候选人出来，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太乱，所以选举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。那么这个社会乱成什么呢？乱成只能够说独，而不能说统。站在支持和平统一，其实合统保台两制台湾方案的新党基本立场，我们认为在混乱的大环境当中，我们应该要站出来，要推总统的候选人，要把我们的立场跟我们的理念说得非常的清楚。